靈修分享，日期2026年1月24日。經文馬太福音6章1至15節。昔日耶穌教導門徒喺暗中行周濟同埋禱告，喺暗中察看嘅父上帝必然報答佢。門徒喺未祈求之先，所需用嘅一切，父上帝早就知道。所以禱告唔好似外邦人用好多重複嘅話，而係照着主所教導嘅禱告。佢哋饒恕人嘅過犯，父上帝亦必饒恕佢哋嘅過犯。今日我哋基督徒當然知道上帝已經饒恕咗我哋嘅過犯，奈何卻有少數嘅基督徒仍舊唔肯饒恕他人嘅過犯，甚至口出狂言，咒詛佢哋嘅仇敵。仲有極少數嘅基督徒更惱羞成怒，把自己一切不幸嘅遭遇都計係為信奉基督信仰所帶嚟嘅，因而離棄基督信仰，走返回頭路，又再次成為無神論者，或二轉頭信奉其他宗教信仰或偶像神明。誰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呢？難道是患難嗎？是困苦嗎？是迫害嗎？是飢餓嗎？是赤身露體嗎？是危險嗎？是刀劍嗎？如經上所記，我們為你的緣故終日被殺，人看我們如將宰的羊。然而靠着愛我們的主，在這一切的事上，我們已經得勝有餘了。羅馬書8章35至37節。阿們。